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乞食赶庙公，这个意思是喧宾夺主。讲到乞食，往往是呢四界伫共分，有人死下就通食，啊若无呢，就要摇八肚。因讲是一顿久久，两顿相拄。啊，美国 CIA 网站就捌针对全世界140个国家散食人口做调查比较，想到台湾散食人口的比率是全世界上低，也就是讲散食人上少的国家。啊，讲到乞食，依然有一个女乞食。伫共本的时，甲团饭起冤家，搁拍算要用抢的，互警方掠走。啊，若是有一个庙公是用乞食，这个乞食毋若庙要感恩，学这志工摒扫庙内，甚至搁将庙公赶出去霸占庙司，那呢，这是一种无恩背义行为。咱做人都要感恩才好，千万毋通像今日俗语所讲的乞食赶庙公。